大家好，今日會同大家分享嘅係 ZTNA。ZTNA 全名又叫零信任網絡存取，佢係一種新型嘅網絡安全技術。佢有3個好處。第一，ZTNA 採用咗零信任原則，即係不論內部或者外部嘅用戶同埋設備都需要進行嚴格嘅訪問控制同埋身份認證。第二係最小權限原則，ZTNA 只會賦予用戶執行所需功能嘅最低存取級別，而每一次請求訪問特定嘅應用時間，佢都一定會重新驗證你嘅身份。第三係隱藏 IP 位置，ZTNA 唔會向網絡暴露你嘅 IP 位置，除咗裝置所連接嘅應用程式同埋服務之外，網絡嘅其他部分對於連接嘅裝置嚟講都係不可見嘅。佢同 VPN 嘅區別係，傳統嘅 VPN 一旦連接咗，用戶就可以完全存取嗰個組織嘅網絡同埋資源。但係相反，ZTNA 只會允許有限度嘅訪問，同時亦都會要求用戶必須具備特殊嘅許可先至可以存取資源。